平安书转。那当然，伊起升最开始以前，咱这个班开始以前，咱看先来做一个分享，因为咱这一年度，咱爱上有4个班处，就是因为4月一个班处，甲7月一个班处，甲咱9月一个班处，甲咱10月29一个班处，这4个班处。那这4个班处，咱拢外聘的讲师，今年迄个班处就请咱一个连嘴，叫做蔡长秋。这个应该咱若伫迄个网络 YouTube， 写上蔡长秋，应该咱拢看到伊讲的资料。这个蔡教授，伊是清大学教授。咱旧年有请来我一届，伊咧讲课非常的幽默，非常的幽默。但是因为咱互咱请是4月30日，但是伊回复我是 OK， 你听好，就讲没有问题，今天这个班没有问题。那没有问题，我点一个动作，我就一来，应该伊讲我无甲确认，确定了，我无甲确定讲，今日这个日 OK 安尼，但是我无做这个动作，所以呢，因为伊也无得问我安怎，我嘛当做是 OK， 所以因这个班组当中呢，就是今年就要办，迄个教育局授权拍电话的时阵，伊甲咱回我无甲 OK， 我无甲 OK， 所以呢，因为伊怎排就排入去，所以排入去的当中，伊讲好甲再讲移到30，因崇德文教基金会崇德因点传师的重要会议，所以呢，因为伊把真正当来，那因为咱甲敲到9月24号，9月24号，所以呢，因为伊这个班处会到9月4号就打起来，所以呢，因为经过一礼拜，咱好听这个代志。刚宣布的是讲，哇，咱是一个名教授吼，蔡长金讲师吼，要来讲课吼，所以呢，咱各位这里宣布吼，临时刚刚讲好像是跳票吼，好像跟咱讲跟咱骗出来的啦吼，其实这个是一个计划，赶不上变化，但是不要紧，伊来讲咱这个班处。用请各地的强棒，所以今日咱来请咱就是迄个周明文周成师，因为周成师伊高对也嘛请迄个功课，伊课文讲了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因为伊对一件功课嘛受着，嘛受着来引导，所以呢，因为并且以这个参与因能播这个播这个不久，所以一定邀请周讲师来领讲这课。但是咱7月份有请一个咱的迄个宝宝主任，迄个张登启张天师张登启，咱的9月份的蔡长军讲师，蔡长军讲师。咱的10月底，咱固定请一位，咱的迄个基础的，就是蔡教老师。这个蔡教老师，我真目前中一直讲我一直咧中。这个呢，有当要去正理书院，咱若 YouTube 一个叫正理书院，咱去看。咱讲内底要去到迄个正理书院的舞台啦吼，这
这个公司嘛非常的老干吼，所以就讲大家因祸得福吼，所以咱不要灰心啦吼，不要灰心吼。那当然，因为咱嘛感觉讲是安怎咱体育班，咱今叫是名会班，迄个名会，迄个名就是讲你既然人我出来讲记低要确实低，不低输伊低，不明输伊明。你唔知影，我要输你知影。既然你知影，我要确实你知影。但是因为体育班就是讲，你既然你知影，因为咱经过体育班会体育第一，但是你是真正知影，你是真正知影。所以今日这个班，就是讲记忆要确实啲，记忆确实就是今日这个第一课的阶段，换一个解说，咱今日要来听这班的名会班，是有成绩的人，有服务的人，听对啦吼。所以讲，听这班的人啦听会到考一些好用啦所以今日这个班，就是针对着咱个人伦理问题、心态问题、家庭问题来做成教育。所以咱知影，咱今日换这个国家叫做台湾。台湾叫做什么呢？咱上讲叫做蓬莱仙岛，敢是安尼吼？咱换这个国家叫做蓬莱仙岛。仙岛是仙咧大所在呢，毋是人咧大所以个仙。但是因为咱各位前面，咱这是从仙，拢仙啦是也未成分的仙啦，也未成分的仙对啦大家若毋是这个意境，咱就要行去这个所在意境。当然，咱有感受到咱这个环境，咱就无通暂时去中国大陆咧办个。你讲要叫这些人来做啥？较有可能，无可能代志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你要叫这些人来做啥？咱就讲过来一个点，大家就爱走公安的咱去甲别就对啦所以别大家听这，看这叔叔这个反应遮好，别大家听这个单词，听这个道理，基本上是无可能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尤其咱行对对，越南嘛是相当甚至足侪国家，拢总你要去的所在，拢无可能。咱只靠可能就是泰国，新加坡、台湾，甚至菲律宾，这个国家拢系民主的国家。但是因为你会了解，咱一贯的台湾就是咱一贯的这个文化，跟咱今日每一个人希望在过去对中国大陆对对的国家来好，咱成文在来，因为咱知影过去中国大陆，咱一贯都是做性的，迄阵是山东是手，你山东伊个技能啦，手啦，技能，手是空气的部分，技能甲手是差出的是这个逻辑，咱看怎样？迄个所在，咱师傅咱师尊，伊安尼开办这个书写的工作，但是迄阵当中咱嘛看到中国大陆伊个出点所有东西，所有理念都受到微用的影响，但是咱基本上讲，这嘛是问题。只能讲，今日若迄个过去，若毋是这个课表，可能咱的日本天道要走到世界，就是100万国家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要经度较侪有缘的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而且咱讲，因为啥？咱人就是离安逸的所在，你就是安逸的所在。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。较早，咱高雄足济，拢总是咱放牧。高雄足济拢是沿海地尾人去，现在足济沿海地尾人，因为沿海地尾要趁食，要做食，实是真困难。咁是安尼，但是
车带去，甚至呢，咱过去一些毕业，咱就是要食，咱就要食好的，要来做工。啊，咱来走去哪里？咱来走去市里。哦，啥物事练参考会，有机会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走去市内去。早年走去高雄的人，大好样。高雄迄是大好样，迄拢总是到北门遐，什么北门帮的啦，是台南帮的啦，是对一帮的啦，拢做这个。好，我的意思是啥？过去中国大陆，那有迄个考验，咱今日要到世界有一摆国家，要去遐大化有形的救星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我们咧帮咱台湾可顶啦，所以这种一切拢总是天意，但是你在意义的，咱来学这个，咱这个叫做行动。咱嘛总无简单咧，咱来生这个国家，会当到咱土生土长，咱是做福报，是做福。但做福报，咱哪会当过来啦？咱哪会当来听到？会当过来听到，会当过来学到。这对咱的心情，对咱的命运，对咱未来，会啊，后世人一定会较好。所以咱讲叫做哪？哦，自信，哦，自信。那免得为了咱的自信，意味要出生命，我咱真正知影，我咱真正知影。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这是一个修炼所为。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拢总是原生原灭的物件，无对象是咱的，无对象是你的。今日咱家己拍手讲，明仔载若走一对去，我来讲一个事实。我迄个旁边是我那叫圣边，伊个囡仔，迄个囡仔，伊过去，咱这个太极拳的武装教练，种叫太极拳总教练，应该若摸这个人，甚至呢，咱中央是个篮球啊，篮球70几岁，听讲太极拳的总教练，听有是，但是因即届因去国培养这个，那培养这个呢，因为培养伊个过程叫做7米多，7米啦，7米多个，一个叫什么桃树啦，伊讲迄个我袂记。灰树岛，哦，灰树岛吼，迄个所在，因为迄个所在若会当讲叫游览，我讲个所在是真少人的所在。但是因一个太极集团、太极拳的这个团体，因21个，因就走到迄个所在去。迄个所在我嘛唔知影，因为咱高雄，咱下午一个摊主，个水产村应该咱人知影，因为下午嘛是一个真好了的人，所以我听这个代志，我随叫着伊随飞到我来休息。伊讲哦，因即阵人。去到迄个所在，但是迄个所在，若要讲交通一个车一班还是2班，甚至当中呢，因为迄个风浪若无好，天气若无好，迄个水就有影。但是因迄日21个走到这个岛上，岛上当中呢，因讲赶要倒来，啊赶要倒来，人因为自本的人了讲，这个天气会使不错。但是也听讲，因内底21个人可能也急要倒来，你就第一个问题，也是迄个飞船呢，就是哪飞机船，唔是飞头等船。咱就讲起来，迄个船会使载人进，所以呢，飞到迄个飞船，因两个内底可能钱袂落去管，加班加去管，加班知影啦吼。飞船顶管，迄个是天气可是。飞船10分钟5点半开出飞船，10分钟尔，还袂出外海，一只船夹一个风浪过来，两个掉开去。落去遐有桥无？我看见啊，游客有加班顶尔，因为离翕相互我看，游客有把加班顶尔桥，迄个做 CPR， 迄个做 CPR 同好，死啊！死！咱今日我迄日因倒来了后，伫迄个新加坡。我去做迄个后去来，每个人因太太嘛，我话因所有做到拢会两去吸收，因两去互死啊！伊讲因两个若无死，阮这20个人拢爱死。你讲20个人拢爱死，因为
为这只船是拿出到，也未出到外海，哪里来海呀？如果若去到外海，小心有人来，你只船海边，迄20的，包括迄个对啦，规船拢总爱死。所以你讲，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几岁？62岁，叫我是快叫我是62岁，吼，62岁，有赚钱无？哇，钱赚得有钱。伊一生当中拢行顺的啦，吼，无行逆。那阮囡仔我是知影行顺的啦，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啥？当然，伊会去做太空驾驶太空，这是好代志，嘛是做好。但是旁边是一个你会知影，迄道中是一个结果。当然，伊这囝仔事实，拢无人继续。啊，伊的第查某囝阿翔，拄则听来这阿翔，因为伊一定了解，因老爸伊我，伊要安上安来继续。这是叫做道德，因为人生到这个世界，要咱大学一定要清，要咱立心行道，扬名以后世，以显不好之种。这是真正把咱的道德，把咱的道德来言传给咱的囝儿事实。安尼叫做祖德有福，这是咱每一个日子内非常上重要的一课的工，一个工作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今日咱各位建立各位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上较有意义的，毋是你的金钱偌济，毋是你的地位偌悬，更加毋是你食啊几把岁、几十岁岁，毋是这道理。人生上较有意义，就是你要安怎把你这个世界。要安怎做到一件对的代志？这个对的代志，就是把道德传互咱的囝儿，安尼叫做做德应儿顺。安尼敢是安尼？啊，哪做做咧？囝顺安尼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做对的代志，就是爱做德应儿顺。所以今日非常的难得，那么邀请到咱苗文教授，伊为咱来讲一课。所以呢，因为伊的课，伊的主要课有点关啦吼。如何用自己，如何让自己更好，伊个主点是这个所在了吼。所以呢，我是把邀请给咱主讲师来我们分一课了吼。今日最后祝各位大家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请起。反正这个是前导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在感恩日常上。